本屆期間，當到家長為小朋友安排各種新奇的活動，從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，當日寒假了批出舉辦的讓吹活動，都受到當地評價。今年呢，動力上規劃2台次，總共123名額，一下子本報道能。參加過學生表示，透過活動過程學到當新奇的知識，讓本記者對客家文化有新的認識。健教遊戲紀念冊將好多位公益高友，大部分通印象為韓國城，韓國小朋友聽先生一邊又一邊的經驗，就好巧用嚟用客話來算數目字誒。實參加過營隊嘅小學員就對營隊活動會有心得。可以一邊玩遊戲，然後一邊就是學客家語，就是像我們這裡講的大家好，就是他們的大家好。新嘢其實學童嘢好多改革，對我哋3年半呢一個經驗來講，每100人都就會學到最少有一條嘅歌謠專業，還會記得，還會唱，甚至還會表演這樣子。課程當中未安排嘅頭擺新年嘅各位同事，我本大家來教，像係接沙包比賽，唔過有啲沙包，小朋友自家來練。主辦單位希望大幫設計去做，為新年嘅學校平常生活高少每名多位同事。喺新聞個成員咧講，呢係動作係嘛解叫？唔啲看唔切，唔啲講呢係練習。所以我哋都想講本成員咧學習前進練習，因為客家嘅沒有該嘛，天窗嘅美不樣嘅做唔得該練習。另外，公園嘅茶山水田，無就係9年代將大埔為做夢貼緊，未會係也到都市小朋友第6輩活動嘅教室。所以營隊唔但將教工客，未對活動當中加入嘅各地嘅風俗文化，愛大幫連登6年嘅課程，韓國沉浸式環境嘅安排，愛小朋友會對客家文化有韓國多位興趣。客家新聞長尊陳欣怡特別報道。